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下 Family Childcare SF 嘅最新更新。之前有唔少嘅朋友就反映啦，喺登記空缺同開戶口嗰陣時呢，輸入資料有啲困難，所以我今次做咗一啲調整，希望可以改善個體驗。咁喺個帳喺個網站嘅入口啦，有兩大個功能。打開個網站最頂呢，就分咗兩個選擇嘅。咁你可以見到尋找托兒啦，就係俾家長用啦。登記空缺呢，就係俾托兒者用嘅。喺尋找托兒嗰度，家長打開 Family Childcare SF 就會見到大家報嘅空缺啦。咁而家呢，就有39個托兒係登記咗啦，咁就全部喺下面。一經登記呢，就會自動顯示㗎啦。咁有一個新嘅功能呢，就係家長工具箱。今次新增嘅家長工具箱入邊呢，大家家長呢就可以睇下自己符唔符合資格啦。可以睇下某個托兒機構有冇做 UPK、Alpha 啦，全民早期教育有冇合約啊，輸入個號碼，咁就可以睇到啦。然之後佢哋亦都可以喺個評估嗰度睇到三藩市嗰啲托兒指南啊，可以對比家庭托兒同中心有啲咩分別啊。亦都可以睇下2歲以下嘅選擇，同埋財政補助啊，同埋社區嗰方面。特別想講一下財政輔助、財務輔助同埋社區資料呢一個兩個地方。咁喺財務輔助呢一度呢，就講解咗家長點樣可以符合資格啦，乜嘢係 Alpha 啦，點樣申請啊，需要啲咩文件啊，咁佢哋我哋佢只需要點擊一下，咁佢就可以睇到更詳細嘅資料啦，咁就列晒出嚟俾家長可以做參考。咁社區資料嗰度呢，就係整合咗一啲公開嘅資料啦，亦都係俾家長可以做一個參考嘅，喺新潟區啊、Richmond 區啊、Excelsior 啊、Bayview 啊、Mission 啊呢啲地方。咁除咗以上呢，入邊嘅內容主要都係幫大家表達家庭托兒嘅好處啊，點解要揀家庭托兒啊，希望可以減輕你哋嘅宣傳負擔啦。家長只要到呢一個網站呢，就可以了解到佢哋需要知道嘅嘢啦。咁喺刊登空缺嗰方面呢，亦都簡化咗。當你揀刊登你嘅空缺，系統呢就會直接問你係唔係家庭托兒啦。三藩市家庭托兒協會就整合咗呢一個登記處啦，免費登記個空缺嘅數據呢，就會幫助大家嘅收集大家嗰啲聲音啊，就可以納入去托兒政策嗰度。咁托兒者都唔使5分鐘就可以做到呢一個登記㗎啦。咁大家只需要撳刊登你嘅空缺啦，跟住你就可以填寫返你嘅牌照號碼、托兒名、你嘅名、聯絡電話、電郵。你個電話可唔可以收短信啊？大牌定細牌啊？細牌會唔會話6個位啊、8個位啊、12個位啊，定係14個位？跟住你哋嘅郵政編號。你係咩社區 Richmond 啊、日落區啊？如果你有網站嘅話，亦都可以填喺個網站位啦。你講咩語言啦？各個年齡有幾多空位啦？如果唔收，可以寫個0啦。如果你有候補空缺嘅話，你亦都可以寫係有候補空缺咁樣。咁亦都會問大家係唔係提供全日托兒啊、part time 托兒啊、週末會唔會接受新嘅家庭啊、
傍晚嘅託兒或者過夜嘅託兒，填好晒咁提交呢資料，佢就會自動加入去清單。咁佢可能會核實一下你嘅電郵啊或者電話號碼配唔配對嘅。咁如果大家係遇到有啲咩問題啊，或者有建議，可以歡迎聯絡我啦，私信啊或者點都可以。咁樣可以令到個系統更加有效啦，可以係對大家更有幫助。如果你哋嘅空缺已經滿晒，需要想轉介俾其他計劃嘅話，又唔想太煩，可以直接將familychildcaresf.com 呢一個網名俾家長啦，咁你就可以幫到其他有空缺嘅家庭託兒。咁我哋就希望呢一個可以形成一個文化喺我哋呢個社群社團入邊，就互相支援嘅工作啦。網站亦都係有支援唔同嘅語言啊，英文啊、西班牙文啊嘅家長，佢哋撳咗右上角呢一個語言選擇呢，咁佢哋就可以見到自己語言嘅資料。咁佢哋就可以同資源轉介機構傾嘅時候，咁就有更深嘅認識，唔會連基本嘅資料都冇啦。咁OK，多謝各位。